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8月27，咱做伙来读以西结书第1章到第5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章，第30年4月初5，我甲受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做伙住伫加巴鲁河边。迄时天拍开，我看见上帝的异象。这个代志发生伫约雅斤王受掠去巴比伦以后第5年。伫巴比伦的加巴鲁河边，上主对布西的囝祭司以西结讲话，上主赏赐伊开力。我咧观看的时，看见大风对北边扫过来，有一大片云，阁有闪烁的火，云的手周围光影影，对迄中间发出的火，亲像画丝的金属遐尼光。伫中央有出现4个画面，因的形象亲像人，大家拢有4个面、4个膝，因的骹直直，骹蹄亲像牛的蹄，光影影，亲像磨光的铜。伫逐支膝骨下面有人的手，4个面、4个膝是安尼，因的膝拢相接连，行动的时毋免屈身，拢会当对逐边直行。4个画面各有4款面，头前的面亲像人，正边的面亲像狮，倒边的面亲像牛，后面的面亲像鹰。因的膝顶面剃开，逐个画面的2支膝甲两边的画面的膝相接，另外2支膝抓砍家己的身躯。逐个画面的面前照心意做伙行动，直行毋免转弯。这个画面的形状亲像跌倒的火炭，嘛亲像火把，火焰不断伫画面中央来回刷位震动，火真光，对火的中间发出势力。这个画面前后撞来撞去，速度亲像势力遐尼紧。我咧观看这个画面的时，看见每一个有4个面的画面边仔拢有一个囡仔伫涂骹，4个囡仔内外的形状拢同款，那亲像每一个囡仔内面阁有一个囡仔，囡仔拢亲像宝石发光。这4个囡仔振动的时，拢会当逐边直行，毋免转身。4个囡仔的脸孔悬，阁互人惊畏。孔的外表拢是目睭。这画面行动的时，4个囡仔缀伫边仔转身。画面离开地面，囡仔嘛离开地面。画面的心意要去倒位，囡仔就去倒位，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囡仔。当画面行动，囡仔嘛行动；画面停滞，囡仔嘛停滞。画面对地面升悬，囡仔嘛对地面升悬，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囡仔。这个画面的头壳顶有弓枪的形状，亲像伫发光。显目的水晶伫因的头壳顶剃开，伫弓枪下面，因的膝直直剃开，甲边仔的画面的膝相连接。每一个画面用2支膝压砍家己的身躯。画面行动的时，我听见因的膝发出声，声亲像大水哗哗吼，嘛亲像军队在做声势，阁亲像传令上帝的声。因停止徛伫的时，膝就垂落来，毋过画面停滞，膝
吹落去的时，犹原有声音对因头壳顶的宫窗传出来。伫画面头壳顶的宫窗顶面有一个形状，亲像用蓝宝石做的宝座，坐伫宝座顶的形状亲像人。我看是伊的腰顶悬，亲像画丝的金属遐尼光，四周围亲像在倒的火，伊的腰以下亲像火在倒，四面发出光，周围的光辉亲像落雨的时云中的星同款。这就是上主显现的时阳光的形状。我一个看见这个景象，就趴伫涂骹，我阁听见有人在讲话的声。第二章，上帝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徛起来，我有话要对你讲。”伊讲话时，上帝的神进入我的内面，互我徛起来。我听见伊甲我讲：“人子，我要派你去以色列人，就是背着我的国民遐，因甲因的祖先背着我，现在要得背叛我。这子民面皮厚，心硬，我派你去因遐，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不管这个背逆的人要听也是毋听，因应该知有一个先知伫因中间。人子，毋免惊因，嘛毋免因为因讲的话惊吓。虽然因会反抗，看袂起你，互你亲像受草刺甲蒺藜包围，阁亲像踮伫叶仔藤中间。你毋免惊因讲的话，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。不管因要听也是毋听，你着将我的话甲因讲，因为因是背逆的人。人子着听我甲你讲的话，毋通甲遐背逆的人相款背叛我。开你的喙，将我要互你的物食落去。看咧，我看见一只手伸过来我遮，手内有一卷册卷，伊伫我的面前剔开迄卷册卷。我看见册的内面拢有写字，内面写的是爱我、讨愧甲灾祸的话。第三章，上帝对我讲：“人子，将我互你这卷册卷寄落去，然后去对以色列人宣讲。”所以我开喙闭开，伊就将迄卷册互我食。伊阁讲：“人子，着食我互你的册卷，互你的腹肚饱甜，我就食。册伫我的喙内甘甜纳蜜。”上帝甲我讲：“人子，去以色列人遐，将我的话甲因讲。我毋是派你去语言恶得理解的民族遐，是派你去以色列人中间。我毋是派你去语言袂通，讲什么你拢听无的民族遐。我若派你去因中间，因会听你的话。毋过，以色列人民毋肯听你的话，因为因连我的话拢毋听。以色列人民固执，心肝硬。我要互你意志坚定，会当甲因对抗。我要互你的意志亲像泉石，比火石搁较坚定。虽然因是背逆的子民，你毋免惊因，嘛毋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。上帝阁对我讲：“人子，我讲的话你着注意听，嘛着藏伫心内。你着去流亡的同胞遐，不管因要听也是毋听，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”迄时，上帝神甲我
举起来，我就听到我的后面有轰轰叫的声，讲着称赞上主对伊遐所显出的荣耀。我阁听见这画面伫空中咧飞，是啦小壳的声，嘛听见因的链仔当时所发出亲像大地动的声。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，带我行，我的心艰苦阁生气。上主的大气力甲我制地，安尼我来到加巴鲁河边的提勒阿比，就是流亡的同胞住的所在。我屈住戆戆伫因中间住7日。7日后，上主甲我讲：人子，呾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，你着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。若是我宣布某一个社会人一定着死，你无去甲警告，劝伊改邪归正，互伊通救家己。这人虽然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毋过我要对你追究已死的责任。你若有警告迄个人毋通继续做歹，毋过伊无要改邪归正，伊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伊的死你毋免负责任。若是义人离开正路去做歹，我要互伊绊倒，互伊死。你若无警告伊，伊一定会死。伊要因为家己的罪死，我无要纪念伊所做的好事，嘛要对你追究责任。毋过，你若有警告伊毋通犯罪，伊嘛无搁犯罪，伊要因为接受警告来活，你嘛要救家己的性命。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伊甲我讲：起来，去山谷遐，我要伫遐对你讲话。我就起来去山谷，伫遐看见上主的阳光，甲我伫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相款。我就趴落去涂骹，上帝的神进入我内面，互我徛起来。上主对我讲：转去，甲家己关伫厝内。人子啊，人要用绳仔甲你绑起来，互你袂当出去外面见人。我要互你下狗袂讲话，互你无法度警告遐个悖逆的人民。毋过，我会阁对你讲话，一时我会开你的喙，你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人若要听，互因听；人若毋听，顾在因，因为因是悖逆的人民。第4章，上主讲：人子啊，你着摕一块砖仔放伫你的面前，顶面画一座城，代表耶路撒冷。搁伫城四周围起悬塔，做土堆、杂营，按弄城的锤。然后摕一块铁棚，踩伫你甲城的中间做城墙。你着面对这座城，亲像你伫围攻城。这是我互以色列人的条头。你着倒边来担以色列人罪过的刑罚。你倒几日代表因承受刑罚偌久。我已经决定你倒的日数，代表因悖逆的年的数目。你着倒390日，担以色列国罪过的刑罚。这个事了后，你着搁倒正面40日，担犹大国罪过的刑罚，一日拄1年。你着面受围困的耶路撒冷城，露出手骨，讲预言攻击伊。我要甲你绑起来，互你袂当翻身平平，直到围城的日子满了后，你着摕一寡小麦、大麦、豆仔、扁豆、水仔，
酥糜放伫碗里做饼。这就是你桌边桌的迄390日的食物。你每日食的量是230公克，逐日照时食。你每日啉的水是半公升，逐日照时啉。你着伫民众面前用人的粪做火柴烘饼来食，亲像伫食大麦饼。上主阁讲，以色列人互我赶逐流亡伫外国的时，因为亲像安尼食律法所禁止无清气的食物。毋过我应讲，至悬的上主，我从到今毋捌违背清气的条例。对细汉就无食自然死的，也是互野兽拆入的动物。我毋捌食礼仪上无清气的食物。上帝甲我讲，安尼好，你通用牛粪代替人的粪，做火柴烘你的饼。伊阁讲，人主啊，我要断绝耶路撒冷的粮食，因的心存挂虑，食火急的饼，带惊吓啉受限量的水，因的粮食无够通食，水无够通啉，因要绝望惊吓，因为家己的罪恶衰染来死。第5章，上主讲，人主啊，你着摕一支利剑做剃头刀，剃你的头毛，抠你的喙手，用天平甲引称，平分做3份。城受围困的日子满了后，你着摕1/3的喙手甲头毛伫城内烧，摕另外1/3去城外，甲因剁好幼幼，搁摕剩的1/3压伫空中，互风吹散。我嘛要飞剑追赶因，你着留几支门，用你的衫具包着，然后搁摕几支门出来，迄伫火里烧，火要对遐烧，拖到以色列全国。至悬的上主讲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我甲伊下伫万国的中心，互列国伫伊的四周围。毋过，伊违背我的命令甲规例，比列国搁较邪恶，比伊周围的国家搁较悖逆。伊无守我的命令，弃杀我的规例，所以耶路撒冷，着听我至悬的上主所讲的话。你无守我的规例，弃杀我的命令，连四周围列国的规矩嘛无遵守。因为安尼，我至悬的上主宣布，我要甲你做对敌。我要伫列国的面前审判你，因为你做可恶的事，我要刑罚你。我从到今毋捌安尼甲你刑罚，以后嘛袂阁安尼刑罚你。伫你境内，爸母要食因的囝儿，囝儿嘛要食因的爸母。我要甲你刑罚，要甲以色列所剩的人民拢流放去逐所在。所以，我至悬的上主用家己的活命立誓，你既然做通厌恶、通痛恨的事来拍拉三我的圣殿，我要甲你消灭，无要同情，无要疼惜。以色列的人民1/3要因为因瘟疫，也是饥荒死；另外1/3要伫城外四围，互刀剑刣死。剩的1/3，我要互因拢四散去逐所在，嘛要飞剑追赶因。安尼，我的受气才会消，我对因的大受气才会煞。因就知我上主出伫激动热切讲这话。我要互你拄着见效，互你变做风波。四周围列国对这经过的人，拢要踢笑你。我发大生气，动刑罚你的时，
你要伫四周围的列国中受凌辱、踢笑，因嘛要因为你所受的刑罚得惊受警戒。我上主安尼宣告：我注定灭亡的人写出饥荒毁灭的钱的时，我要互饥荒更较严重，要断绝恁的粮食，我要互恁拄着饥荒、受野兽侵犯，恁会失去囝儿，嘛会拄着瘟疫、暴力甲战争。上主安尼宣告。咱今仔日圣经节伫以西结书第1章到第5章。